因为我觉得我被定罪，我被定罪。我的弟兄姊妹跟我说，你应该忏悔。我当初心中有很多的不能接受，但是后来后学求道以后，我当然要忏悔啊！我要忏前愆，悔其祸过啊！我要不日相省吾身啊！我要攻克己身，降服于己啊！我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！如果咱的学习知识、学道拢来变讲足骄傲的，你是无法度听到什么声音的啦。哦，学校吼，对迄种信心教育的底啊，我甲校长试试。我讲校长吼，我可能唔知活袂久啊。我吼后壁这2年吼，可能咧昏迷状态，我无可能去做校长啊。我应该杨前部长杨朝祥啊，我无做啊，无做啊。我应该来有生的生命，这是我想的代志。而且我讲一句话，一个受伤的将军啊，已经是我着去领军作战啊！我家己投降，我家己投降，我一定信心拍伫涂骹，真正拍伫涂骹，要靠付目屎。当医生甲我讲，学长蛮严重的。我说有多严重？你告诉我，我挺得住。他说我们初步判断，肺癌第2期。我说我还有多少？2年，转一个头目屎就流来。你做多年校务长，你才出去咯。你辅导别人时，你拢有真有力。拄着你家己的代志，你家己拢变作软弱的。当时会当求道，拄着道认识道的注意，真正，我认为我的内心有足痛苦的，因为学校对校务长的来说，我是伫辅导大学做校务长，我的基督教的兄弟姊妹对我讲爱忏悔，爱回归到阳春的教中。学校认为讲，当时若安尼讲起来，这宗教拢是错的，所以我内心真艰苦，因为我嘛去拜拜，咱一般基督教徒无去拜拜，无去拜拜。在这情形之下，我会当讲的就是讲因为咱的真贤帮财天坛主包讲，广告广告，竟然有人摕一张相片我看，这张相片内底，咱有明明上帝，咱有念着祖师，咱阁有看到关公，咱阁有看到耶稣基督，我毋捌看过这个。我活到50岁，我竟然毋捌看过这个，我才开始了解什么叫做一贯道。所以讲各位真贤，大家若讲的是真幸福。有影囡仔的时候吼，